近年嚟，本人持續收到唔少公務人員嘅反映，佢哋嘅工作量持續增加，人手不足，但亦都好難請人，導致人員經常加班啦，出現各種嘅壓力。除咗會影響佢哋嘅身心健康同埋工作嘅表現之外，同時亦都難以兼顧家庭嘅生活同埋參與學習嘅。因此早前有傳出會修改辦公時間同埋退休嘅制度，引起咗廣大公務員嘅極大擔憂。幸好政府及時辟謠派定心丸。而明年施政報告提到將會對多個部門進行職能嘅重組同埋歸口管理，亦都會深化員額管控。由於未知道具體嘅執行方案，本人希望政府喺推動重組架構以及制定部門人員配置數目基準嘅過程中，能夠充分關心平衡公務員嘅實質工作量同埋人手嘅壓力，並且完善跨職程嘅晉升、薪酬調整同埋激勵嘅機制，為公務員嘅職涯發展提供更好嘅保障。亦都令到佢哋嘅薪酬得到合理嘅調升。因此，請問行政長官閣下，面對現時公職人員面對嘅不同嘅壓力、困難同埋挑戰，喺呢個公共行政改革過程當中，有啲咩具體嘅措施同埋方案，以穩定人員嘅士氣，提升主管同埋人員之間嘅協作，以增加人員嘅歸屬感同埋幸福感？多謝。我哋3萬幾公務人員呢，其實係我哋維持整個社會運作裏邊嘅關鍵要素，亦都係我哋好寶貴嘅資源。我哋提升我哋嘅管治效能也好，改善我哋嘅營商環境也好，提高我哋嘅社會服務質素也好，都離唔開我哋廣大嘅公務人員。我呢度亦都好肯定同埋感謝全體公務人員一直以嚟嘅默默付出同埋耕耘。特區政府向來都好重視我哋整個公務員隊伍嘅各種訴求，亦都有平台，亦都希望呢係新嘅管治團隊呢，同特區唔同層級公務員呢係多啲互動交往，了解大家嘅心聲，同時亦都知道我哋應該點樣會同我哋嘅公務員呢係提高我哋嘅管治效能。呢方面我好有願望，好有信心，我哋會做得到。公共行政改革，我哋今次唔存在話縮減或者係解僱人啊，或者係降薪啊、降職啊。行政法務司黃司長已經講啦，冇任何呢方面嘅諗法去做噶嘛。大家亦都要留意，有時候改革之前，有時候改革進行過程中呢，會好多唔同渠道、唔同方式，你甚至唔知乜嘢人去喺社會裏邊提出唔同嘅毫無根據嘅有啲呢啲咁樣嘅一啲傳言啊。所以呢，我哋廣大公務人員呢，其實放心，履行好職責，按照政府嘅部署，大家一齊去向社會提供一個我哋真係值得我哋驕傲嘅、受到大家尊重嘅咁樣一個公職人員嘅一個服務，係好緊要，亦都好重要。